才无心情，要哭惊无声，阮是算啥？你的看是鬼有情，放阮的心体通听，假做不知影。问你需要啥人陪？问你心爱倒一个？我不是少年花，若是无心无情无爱，就予阮知。对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梦，梦只听着心在喘。对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默默期待我来亲一口。对你，用阮的青春相送。你拢同款。你奇怪的，你的名敢有同款？拢对，咱的命拢同款，拢好一个本事。笨手，笨手。叫啥？大啊，我是咧笑讲，伊真好大胆，敢叫大你是笨手，啊这无甲收你哪会用的啦？对，爱甲修理。囡仔，嘿，过来者。好。大，啥代志？哪有代志啊？哦，大啊，你哪甲我泄露？你家己讲的啊，嘛我笨手啊，爱修理啊。无啦，是伊嘛大的笨手，毋是我嘛大的笨手啊。啊，你讲煞袂？你讲命我两个爱笨手呢？啊，袂煞，要甲你塞落你啊！邓来啊，今仔生意有较好无？有啦，较早一寡老主顾客哦，拢有搁豆豆来咧甲咱买啊，即摆生意有较好啊。咱做生意吼，时时咧赚，老顾客来当掠着，咱的生活费就免烦恼啊。对啊，但你用这是要创啥？你种一寡药草啦，你袂猪吧？头家讲吼，这款药草吼，沉死骹食会当解郁啊。你要食的哦？啊，你是咧郁安怎？毋是啦，是要互内部食的啦。你想看觅，内部关系忙啊来，心情一定无好的，所在搁矮。我是惊伊吼郁了破病啊，我才趁听这条药草，要炖互伊食的。你的心情我是了解，你关心内部啊，思念内部啊，这我拢赞成。啊是讲哦，你用这药草互伊食，若讲食了好就好，啊若食了毋好，万不然若拍歹身体是要安怎？袂啦，人补这药草吼是好心的，啊敢会调工去害来补？无要紧啦，食看卖啦，无好吼，后摆就莫送去啊。对啦，啊你明仔载要甲看的物件，敢拢款好？款好啊啦。哪会等遐久？啊内部还袂出来啊？我看迄别人咧面会吼，人是伫咧门口咧正手咧挖角啊遐呢，啊法警哪会甲咱带来遮？我才想讲无咧。想迄有诶无诶，想创啥？而且较清静啦。对啊，你看啊，内部是较肥，还是较瘦？我后面哪会知？人这港啊是伫咧关犯人诶所在，都毋是大饭店，搁哪会愈关愈大箍诶？啊内部吼，伊若食袂饱是要安怎？以前伫厝吼，拢是食便领便啦。我就烦恼讲吼，伊若关入笼仔内，若袂管是要安怎？袂管是嘛，都爱忍耐。对啊，等下你若看到内部啊吼，你就毋通咧目屎流目屎滴呢。安尼内部啊，心情是愈歹，你知无？好啦，我知啦。林太太，林太太，啊，阮囝来报咧。
伊无要免费。你是讲，阮内部有歹见的爸母，你一定是听唔到，还是你根本就无去甲通知吼？阮是公务员，为民众服务，这是阮的责任啊！阮哪有可能无去甲通知？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内部这样不好。元熙啊，我亲一世人嘞，你敢敢不爱救我？真是的，我会安排恁去会计室遮等，都是因为恁林来宝有来表示伊无要免费任何人，我就是想到恁是伊的爸母，才专工走入家路内面解劝。想袂到伊的个性遐尼坚持，我嘛无法度通去甲伊勉强啊。后腿啊！你唔讲话，到底是安怎？先生，你爱甲阮斗相共哦，阮甲你真感谢。阮囝毋出来救我，这是阮教了不好，真见识。是讲先生，你毋知影我拜托一下，我哦带一寡物件来，是毋是等麻烦你摕阮囝来报？伊含钱都无想要甲恁见面，哪有可能甲恁摕这物件？先生，拜托你，你试看卖好无？拜托一下。我试看卖。先生，互我入去吼，看一下，我见一面我随出来，好无？规定是袂用，请恁谅解。恁主管啥？我要来去啊！我今仔日若无看到阮囝来报，我绝对会走的啦！我要来。对呀，我哋你来创啥？我要来阮来报，对呀，我要看来报。对呀，你遐济啦！你妈呢遐尔冲动哦！你安尼是妨碍公务呢？妨碍公务是用命令你关呢？对呀，唔免担遐伫咧伤心啦。这个死囡仔甲无想要甲人见面哦，咱也唔免甲当做是咱的囝啦。你若着替担遐烦恼，干咧要创啥？老目屎，无迄个价值啦。讲啊，这个死囡仔吼，做唔对代志，还阁唔承认唔对啦哈！担遐点点气票，唔出来甲咱见面，哼！根本哦，都无将咱这两个时段哦，放伫咧眼内啦。好啊啦，来报即摆关起内底，身体自由应该真艰苦啊！你这个病，你是吃唔着药啊？迄字是家己做得来啦，无人改啦，死好啦，无人会当情伊啦。对啦，来报死好啦，上好是死伫家人内啦，较袂阿摆出来告你冤，对无？对啊，对啊！哎，我来一个企业无代无志，讲才有诶无诶啦。天公伯啊，我安怎一世人也无做什么歹代志，是安那我迄个疼命命囝，你莫爱惨我，天公伯啊，我是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活落去？等待会到倒一天？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梦。你这款日子，你敢知你根本都唔是？有人讲，有人讲，你千万不要讲。教
到这款地步，我讲是袂用的。老水，我甲你讲，你根本就毋是我的亲生囝。母啊，你安尼半暝家己一个人出来安尼行，唔拄若叫跋倒，就是要安怎？我才唔惊咧，食啊七老八老啊，迄讲跋倒吼会翘去啊！这个世间就兼一个老人食了米啦，安尼嘛袂歹啊！母啊，你若安尼讲，是毋是还有阿女也甲你逆着遐？唔是啦，我就听阿女啊规工安尼一直哭，我听到心肝是偌艰苦的了。我听阿女啊甲我讲，你也无伫咧厝内，我安尼行到安尼，啊加在你即马伫咧食，我若找无你啊，迄动有影讲我会烦恼死哦。我就是看女也一直哭，吭也袂听，我才会走出来遮安尼静一下。唉，我拄啊哪行哪在想，我敢若有一项代志做了毋对啊啦。是啥物代志啊？哎呦，我都无应该答应阿女啊嫁你，你知无？母啊，你是嫌我对阿女也无好呀？毋是啦，啊，着阿女啊嫁人了后，我感觉也无点你人家啥物好这运气啊，我才感觉真歹势了。母啊，你若安尼想啦，实在讲，阿女也为着这个家啊，伊也费真多苦心，嘛真拍拼。纯粹讲厝内面若是有拄着袂顺的代志，这嘛免去怪阿女啊。我是一个查甫囝，应该若是拄着代志啊，我也拢总爱打起来，免人讲送阿女。推啊，你安尼这样有理解吼，我就较放心啊啦。实在想袂到讲内宝啊伊安尼做，实在是足巧。我看吼，内宝也是一时去意气用事啦。伊无定即马安尼慢慢安尼想啊想，伊会想较开啦，啊自然态度就会改变。无定着伊即马哦，就是咧等你哦后盖去看伊啊。对啦，啊内宝啊吼是少年人啦，啊即马佮关伫咧监狱内面吼，大概是较无问题啦。要毋过退我，我看阿女啊遮尔伤心吼，你着爱小可注意伊的身体啦。刘定，我要出来一转。啊，你想去倒啦？出来找阿女啊！阿苗啊，你是有甲阿女也用用？无啦，啊无你去创啊啦？当然是有重要啊代志啊。我捌伫咧电视顶吼，看人咧讲过啦，讲有一寡吼心情真郁卒的人吼，假使讲伊身边吼有一寡知己的朋友吼，会当听伊讲出内心的痛苦吼，安尼吼是煞开破一寡人生的道理互伊听吼，伊就会无问题呢。若像讲吼，即个人身边无啥物好朋友吼，啊听伊讲出一寡着心内话吼，心情吼就会愈来愈郁卒啦，反正吼就会惊着绝咯。你遐讲一大堆，到底是咧讲啥啦？哎呦，刘丁啊，你这个头壳实在有够歹的呢！我咧讲吼，啊你无定定吼，真正走去自杀啦！自杀？哎呦，你哪会遮破格啦？啊，你也免来走去自杀的？你也袂去自杀，当然是上介好的啊！若准讲你会真正去自杀吼，我看啊，这个可能心内上介唔甘的啦。恰天灵灵，二恰地灵灵，三恰四块四行灵，九天灵恰天龙罗，我三九万名，一天如罗灵，一天到半截。你挑一支啦。心知五味，加以冰丁煮草鱼。哎呀，惨！这两千哎，钱怎样？真歹！钱怎歹啦？照一支签看起来，
你甲恁囝不但无母仔惊缘，凡世你会害死恁囝哦。宋明先生，你敢会算唔对啊？你是何必乱讲啥？我将啊半生算命算几啊十冬啦，唔捌出错价啦，啊！啊，这支签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讲啊，你伫生这个后生的时阵啊，一定去拄着歹命。唔对啦，宋明先生，你算唔对啊啦。是什么所在唔对呢？啊？我这个后生，唔是我亲生啊。哎呦！这代志你就爱较早讲的，唔是真济，就爱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算啦。哎，歹势啊，歹势。啊！你这个后生是捡到的。你这也算得出来啊？哎，啊算袂出来，我白打痛呀啊！啊是讲，你到底是要问什么物件？我是想要知影，要安怎才会当化解我甲我后生误会，还母仔囝好好啦。解除迷障，化解为易，这我上内行的啦啊！咱搁算一道就知啊，啊！哎，麻烦你不甲我算过。也毋过啊，这爱加一点仔钱哦。加钱啊？爱到偌济？算你较俗，加500就好。歹势，我今仔钱啥无够，啊，我另工才来算好了。哎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欠200无要紧啊！来，咱来定算啊！你另工较害我就知。哎，啊，拜拜这零零。咱去的啊，只要会当解咱兜的家运，搁客一强无要紧啦。就算讲我答应你去啦，你要摕什么出来教人去啦？好啦，就咱两个啦，一天到去山顶抾茶转来去啦。你想看觅，咱两个年岁，敢还阁有法度信啦？就算讲有法度人去抾茶转来去，你敢有土地通去信啦？迄上面先有讲啊，土地无问题，伊会想办法啊。咱只要出钱就好啊。出偌济200万啊！啥话啊？200万哦！哦，迄个小命实在毋当作咱是好野人啊！哈，200万，连2万块你都拼袂出来啦！哼，若讲啊遮吼，阿萨布鲁的小命先的哦，迄拢过是伫咧骗人的啦。因咧讲的话来听哦，天就差不多伫要落红雨啊啦。无喏，这个算命先甲别人无共的，足准的呢。对的，我嘛知影咱兜无钱，也毋过吼，咱会用出去募款啊。你是要用什么理由去共募款啊？哦，一讲到，咱就来讲，拜托哦，恁就摕钱出来起庙哦，神哦会保庇恁哦，会保庇恁赚大钱哦，哈！只要啊，恁大家哦，若拢总来庙拜拜，唔免去做工课，坐担遐钱就对天顶拨落安尼哦，哈！吼，若讲这小命哦，真正夭寿短命啦，什么死人不头话，伊就讲会出来啦。对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若个我知影讲哦，提款用钱去互迄小命先的哦，我真正就甲内部共款，一世人拢总不爱插你。少年，你犯什么罪啊？我犯啥物罪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喂，啊你这个菜椒啊，真正有够怂呢！拄一来人哦，拢爱甲大个报告讲伊犯什么罪呢？这是港内底规矩，你知影？犯罪本地就是假交代，有啥物通好讲的？唔来，我咧食饱伤养好，我咧管你建设的代志，我咧主持公道的。咱讲我叫怪你加入来，有啥物通好主持公道？那这你就唔捌咯。我甲你讲，假使讲犯人若是犯中间罪吼，阮拄爱着下命令，阮着摕起边来甲伊作怪的所在，着安尼落金死死，互伊出去了后袂使作怪。假使讲犯人若做监理啊，阮拄爱着叫阮甲伊的手安尼拖出来，斩甲伊的手烂去，后摆出去毋则袂做监理啊。阮这是替天行道，你知影无？犯人假使讲若是杀人犯，大呀，那这我就袂晓赢，杀人犯这。杀人犯都稳死的，我才不爱插你。
我看根本就唔是安尼，恁根本就是恶人无胆，惹死卡死。哎，你煞甲恁爸叫呢哈？我这怎么办？我警告你，这是最后一遍。后面若是甲啥物人敢拍我就要互你死！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诚心诚意也无彩价，爱情拢是惹人心。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，等你一声，感觉心落雪，也是甘愿为你戆戆洗。怎样你是一个人两个梦，害阮为你一颗心心情拢袂轻松，偏偏我。